我做餐飲嘅理念呢，賺少少就得㗎啦。人人食得起嘅美食先叫做美食。我哋60-70蚊人均，你10個人嚟食，有10個餸㗎啦，大件及抵食。我係地地道道嘅大良人。好多人問我做乜做咁多傳統嘅順德菜，其實我想還原翻我爸爸細個教我做嘅順德菜嘅味道，同埋俾後生嘅人群啊食到我哋順德傳統嘅老味道。因為我爸爸70年代嘅時候就已經係做村廚啊，以前冇咁多酒樓噶嘛，擺酒係全部喺屋企擺噶嘛。我從細到大都我爸爸教我嘅，所以咁啊我又比較中意研究食，所以對順德度懂得啲啦。而家呢就不斷喺處學習啦，攞翻啲舊菜譜出嚟，所以做咁多舊菜出嚟。順德菜嘅靈魂就係粗料正宗，食材新鮮，魚就現湯現切。我哋嘅雞呢，每日喺塘口新鮮捉、新鮮湯。嗱，我呢度我哋自己養嘅，我啲原捉現湯現燒嘅。特別燒鵝先，我哋每一市凡市嘅燒鵝都係新鮮出爐，就算賣剩我哋都唔出嘅。特別順德人呢，個個皇帝嚟，做得好唔好食，新唔新鮮，一食落口就知㗎啦。我做啲菜都好懷舊㗎，因為我做嘅嘢都係我細個食嘅童年的味道。經常會有外國人喺處食飯㗎，佢哋食完之後豎起個大拇指話 very good， 能夠將傳統嘅順德菜傳播到世界各地，就係我嘅目標。